講咗咁大篇幅，都係講咗一件好皮毛嘅事。大家嘥咗咁耐時間聽，可能覺得好辛苦。但係由細事件不斷咁醞釀，變成一件大事件，再到社會發酵，到判決，大家又知唔知道？相比之下，應唔應該知多啲？阿毛嘅事件喺我角度去睇，就係好多人只係着重一啲表面睇到嘅即時效果同埋效益，而往往忽略背後更加重要嘅成本效益嘅後果。舉例講，就即係俾咗錢就要諗個舞台效果好華麗，又要求燈光、煙花好多唔同特技嘅效果咁，總之就係視覺盛宴，但背後要承擔個後果，就係咁啦。2022年11月，政府公布成份嘅調查報告嘅時候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咁樣講：根據所手頭上掌握嘅證據呢，我哋顯示咗相關嘅舞蹈員呢係以僱員嘅身份參與演出嘅。我哋都會根據僱員補償條例下面呢，向相關嘅舞蹈公司，即係舞蹈員嘅僱主呢，係採取行動嘅，即係話佢冇報工傷，亦都冇為佢哋僱員呢買呢個僱員嘅保險嘅。2023年1月，舞館被控冇為僱員買保險，冇喺指定時間內向勞工處通報意外，冇確保僱員喺彩排同埋表演嘅時候嘅安全。舞館承認5項控罪，被罰款132000蚊。另外，演唱會嘅承辦商藝能工程同埋協興隆，亦都因為冇確保懸吊 LED 顯示屏系統安全，冇喺指定時間內向職業安全主任通報意外等等，俾勞工處控告一共10宗罪，分別被罰款22萬同埋42萬。